上期視頻咧，同屋企人去惠州釣魷魚，大家覺得都幾好玩，希望阿晶咧可以出個攻略咁樣。而家攻略嚟啦，我整理咗一份7行嘅清單喺視頻後邊，你哋自己截圖啦。我哋今次嘅目的地呢就係惠州嘅雙月灣，肇慶出發330公里，開車4粒鐘。第一晚呢，就朋友安排住一間酒店，幾經濟又實惠嘅，2嚿水。房間呢還算乾淨企理，因為嗰度呢係港口，所以基本去到嗰度嘅位置呢，都會有啲船家主動埋嚟同你打招呼，問你要唔要出海釣魷魚。正常嚟講，一條船只能坐8個人，就係550蚊。咁我哋12個人啦，就租咗2條船，打咗個折就9嚿水，2粒鐘。當然啦，你釣得唔夠爽呢，可以加鐘嘅。咁由開船到目的地呢，10分鐘左右啦。採用嘅係燈光誘捕方式，喺船嘅兩側呢就會有2架大嘅探照燈，咁啲燈光呢吸引魷魚呢聚埋過嚟，咁然後你拋個木釣，戳下咁有啲魷魚就上嚟啦，好簡單嘅啫。至於個方法路就係叫拋頭，咁樣將個木蝦呢拋遠處，沉到落底嗰時大概2到3米啦，慢慢咁樣收翻嚟。咁模擬個木蝦沉落去過程中呢，做2次小跳同埋1次大跳嘅戳下動作，俾個木蝦喺水底呢走之字形嘅路線，模仿受阻嚇嘅驚蝦喺逃跑嘅過程中一種動作，吸引魷魚。咁反覆抽佢3到5次呢，每抽一次就要收線，令到個木蝦高頻率咁樣抽搐小跳。如果覺得有少少扯到有嘢嘅感覺呢，你可以收得線噶啦。喺收線嘅過程中呢，一定唔可以鬆手，一鬆手係隨時會走甩嘅。其實你按照呢個咁嘅方法呢，細路仔都可以釣到嘅。當然啦，我哋開船嗰阿叔呢屬於老手，所以我哋都釣咗成5、6斤嘢嘅。大部分呢都係由佢釣起身嘅。如果你腸胃好咯，咁直接可以生吞。咁小朋友我唔建議嚇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時候呢最好有自備嘅架撐。咁平時我哋直播賣到嘅露營裝備呢就可以派上用場啦。咁卡斯爐啊、沙波罌罉啊、調味料啊咁樣，哇！釣起身即時落鑊，即時白灼，夠新鮮啊！咁我哋呢嗰日食唔晒嘅，然後嗰晚呢打包翻到宵夜檔嗰度繼續啤佢，繼續遊。今日釣魚蝦蟹呢，大家試得多啦，試一試釣魷魚筒，可以體驗唔同嘅樂趣嘅。咁我建議大家禮拜6日呢都可以過去體驗一下。咁附近仲有一個獅子島，環境都幾靚嘅，我中意嗰邊嘅，夠靜，唔算太多人嚇。海水係好清澈嘅，沙又夠細膩，關鍵呢冇乜海邊垃圾。如果太曬嘅情況下呢，我建議大家可以俾幾10蚊租把大嘅太陽傘，佢會配幾張凳俾你，嗰啲小朋友呢一坐住喺度又可以滑一日泥沙啦。嗰邊嘅浪呢係比較大嘅，咁時不時呢有啲鬼妹啊鬼仔咁喺度呢衝下浪啊滑浪板咁樣。如果你帶住小朋友家長呢，又要注意下啦，因為嗰邊嘅浪比較大啊，所以我建議你哋呢帶上一個救生圈，綁上一條繩索咁樣嘛，綁住個小朋友，安全第一嘛。咁你哋要個清單喺下邊自己去睇。